你输了。萧炎，你凭2个怪翅膀跟我打，胜之不武。有本事，我们凭双手打呀！ 严帮胜，严帮必胜！在我的世界里，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，坏人只会越变越坏，而消灭他们的唯一办法，就是比他们变得更强，让他们彻底消失。 各位安静一下啊！今天开会。哎呀，大家都知道，最近我们的萧帮主挑战白山，怎么说呢？这个勇气可嘉呀。是嚣张过头了吧？好了好了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大家都担心，万一萧帮主输了怎么办？ 以后有人来欺负我们，抢我们的摊位，我们连一个出头露面的人都没有。萧炎是我们一帮之主，也该听听帮众的意见。现在举手表个态，支持萧帮主去打白山的，我看看都有谁。
不支持萧帮主去打拜山的，举手。萧炎，你看看，你就别去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点个头，其余的事情交给我们。如果说我还是想打呢？我明白，大家爱护我，怕我受伤，更怕我输掉这场比赛。可如果今天我躲了，白帮的气焰只会越来越嚣张，同样会欺负得我们抬不起头来。有力在战，却选择退缩，这才不是男人所为。不如这样，我们选举出一个新帮主来，我不用帮主的身份出战便是。要不叫韩贤吧，反正他也有经验，一直以来也都比我合适。怎么又扯上我了？你们都不当，我来当好了。我也觉得我资格不够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反正除了你，谁我都不认。我的话说清楚了，你们慢慢商量吧。师培，这怎么回事嘛？不要想着再劝我了，这件事情啊，我一定得去。小炎哥哥，我知道你的脾气，一旦要做，不管是谁都拦不住。干什么呀？我是去修炼的，又不是去送死的。你别哄我了，我知道，就算是修炼，像你这样着急的去焚天炼气塔，一定是在拿命修炼。此行艰险，你千万要量力而行，绝对不能有生命危险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。好啦，要相信萧炎哥哥。我既然去，就一定有自保的方法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安全的出来的。一会儿到了，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好啊，走吧。这个是紫云翼，真的啊？不过翅膀受损严重，大概是飞不起来了。啊，那真是可惜了。啊，果然还是没法用了。未必，这骨骼温度尚存，而且还有灵力。我猜生前是一只吞噬过异火的魔兽。
如果你想用它，就要受大罪。受什么罪？我呢，想办法把它种到你身体里，再用你的鲜血来滋养它，等它吸呀吸呀吸呀吸，吸饱了之后，有一天叭的长出来。简单来说，就跟种花一样。行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种吧。好，我把它焚化了，慢慢给你种。现在呢，先传你焚诀。焚诀千年流传，是我们星陨阁从不示人的宝物。常人呢，只能吞噬一种异火，但有焚诀辅助，你就可以吸收各种异火。异火越多，焚诀需要的等级就越高。你也知道，吸收异火要承受巨大的痛苦，而修炼焚诀，你更要承受好几倍这种痛苦。它会把你细胞里的所有杂质燃烧殆尽，你会感觉到经脉爆裂，皮开肉绽，这种痛楚会遍布你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这还只是开端，怎么样？还有勇气练吗？还有什么过不去的，赶紧交代。有一天我出去了，我给你办。大佬，我还是担心一件事，我要是吞了古灵冷火，会不会有人发现你？你说韩风吧？放心，就算他找到我，也不会放过你。反而你有古灵冷火，他会更加忌惮。大幕拉开，各唱各的戏，无需担心。练吧。好一个大幕拉开，各唱各的戏。药老，请传授我吧。醒了，你在焚天炼气塔用斗气和烈焰抗衡，体力透支晕倒了，是萧薰儿发现你，把你送到这里来的。躺着别动，这些花草都有治愈的功效。是。我不知道你练的什么功法，你身上的经脉已经断了10之7、8，居然还活着，这已然是个奇迹。不过，我担心你入了歧途。有一句话我要送给你。长老，您说，火是这个世界上最纯净的东西，灰烬并不代表消亡，而是新生命的开始。拿着这个树枝，什么时候它在你心中开满了花，你的功法也就算是练成了。这个是藤山长老给我的。
他懂我的意思。我不懂。他的意思是告诉你，火焰的力量是生生不息，给予温暖，光明照人。这个就是生的力量，而不是毁灭的力量。这个就是正邪之间的分界。哭什么？你又在焚天炼气塔晕过去了，我以为你死了。我怎么会死呢？你是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，哪里像个活人啊？我只是有点冷。你身上一点热气都没有。好冷啊！你别睡啊！你别睡，小燕哥哥，别睡。妖老，妖老，妖老！午时快到了，怎么办？现在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让他再休息一会儿吧。走吧。走啦！雪儿，小燕哥哥，午时快到了。走吧。哟！哎，这谁呀？今天不比了，行不行？哎，我说小薰儿，这可是萧炎先下的战术啊，我们都等着看呢。你说不比就不比了，那就改一天。今天萧炎生病了，若是白山赢了，也是胜之不武。你倒是有情有义啊，可是话已经放出去了，我不能先收回，不然别人以为白帮打退堂鼓了，对不对？对呀！你们明知道萧炎要赶上你的实力要2年的时间，你这是以大欺小。那你让萧炎把战书收回吧。好，白山，那我也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今天萧炎有什么闪失，我们斗气场上见。我萧薰儿敢说这样的话，就有这样的实力。哟，他谁呀？有点意思啊，愿接战术。好了。
我们走。不打了，行不行？快和病走开吧。没事的，雪，他伤不了我，放心吧。平，别忘了，萧炎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要不今天取消吧，等病好了再说。不用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古怪？身上一点热气都没有，是不是练功练伤了？来，我没事的。规矩你们都知道了，倒地不起者为输，倒地之后不可恶意伤人，废人斗气。白山，规矩你都知道了，要是破坏了这规矩，就别怪我出手。好啊。轩儿，啊，萧炎呢？他在药帮啊。哎呀，打什么打？哎，轩儿，咱们有庆功宴吗？有吧？我也在等。是这儿。谁啊？师哥，你高阶聚气散吃太多了，气肯定泄不出去。我来看看你。想当好人是吧？来，给哥我揉揉。行，你要是放心，我可以给你揉。这是药酒。跟哥哥说吧，想要点什么呀？盐帮可以只卖高阶聚气散，其他的药，药帮该卖什么卖什么，留条道子好不好？哼，太客气了吧？怎么说？你打赢了，可以把药帮在市场上的地盘全部抢走，把药帮的人也都挖走。
哎呀，要是看中这个训练场，再带几个人过来把我打一顿，也就归你了。怎么样，哥哥我说的实在吧？这话说的的确实在。哎，你轻点儿。师哥，这个呢，是我炼的丹药，早晚各吃一粒，滞留在体内的气应该就能卸掉了。今天就吃，如果晚了一天，就会更加麻烦。谢了。兄弟，干得漂亮啊！打也打赢了，人也做足了。呵呵，要不我把这地盘和人都给你好了，不然显得我太没风度了。可你不了解我呀，我就是个没心胸的人。从明天起，我们药帮轮流向盐帮约战。你有那大尺子，别人没有啊。我们可以1对1的打。师哥，盐帮都是一群新生，怎么可能打得过你们老生啊？丹药生意的事情我们可以退一步，我们只是想要一份和平而已。你们要和平，我不要。别说你今天给我儒生，你就算跪下来给我磕头，哥哥我也是这句话。小子，你得罪我了。你说那韩仙想什么呢？我在魔兽山脉长大的，见过被魔兽咬死的，没见过被吓死的。韩仙麻一代配头，装什么大牲口啊？就是，给那韩仙吓唬2句，我们盐帮就不卖药了？不卖药，我们吃什么？还有训练场，怎么维持？要是被别人听见你这个话，等着来欺负我们的人还不知道会有多少。那韩仙不是要打吗？那就打。不是林秀雅，你还打上瘾了？我们当初建立盐帮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忘了吗？我们是为了团结到一块儿，不受老生欺负的，不是为了整天约战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可以不找我打，他们可以轮番找你们单挑，他们找你打，找昊天打，找虎家打，他们3星大斗士一大堆，你们打得过吗？到了赛场上，我也帮不了你们的忙。到时候，盐帮的成员个个遍体鳞伤，这学啊，我看也别上。我问你，不打，能量符从哪来？我们当初跟着你，就是想要有自己的生存空间。如今这么大一帮人跟着盐帮，我们宁愿被打残，也不要跟着你当缩头乌龟。看你，我说一句你说一篇。你们2个呢？说一下吧。我没什么可说的。萧炎哥哥，我听你的。我倒觉得，其实没事儿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啊，到我这登记的炼药的学生，10之8、9都是药帮的。那个韩贤不是说3星大斗师20几个吗？搞不好这20几个都到我们盐帮来了。你看。那还说什么？赶紧进入下一个议题。庆功宴吃什么？来，大家安静一下。
请肖帮主为大家讲两句。吃你的饭，说什么呀说？萧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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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萧炎。我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说说我们盐帮的规矩吧。今天有很多新入帮的兄弟们，可能还不知道我们盐帮是怎么回事儿。这盐帮呀，就是我们一群新生所建立的帮会。最早建立起来呢，是在……你们都知道还要我说？反正呀，就是我们盐帮的人不允许欺负别人。要是让我知道咱们哪个兄弟在外面乱欺负人，你们就不用回盐帮了。但是同样的，谁要是被人欺负了，就回到我们家里，我们一起商量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人若犯我，我们盐帮就一起去收拾他。萧炎，韩帮主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丢人！看着我打输了就心甘情愿给新生打工是吗？还要不要脸了？走就走吧，跟我说一声。过去药帮有亏待过你们半分吗？韩帮主，我给你的药你要吃啊，斗气滞留在体内，可是很危险的。我真是小看你了，萧炎。药铺你不用抢，都是你的。你敢不敢不用尺子再跟我打一次？还打呀？今天不把你收拾掉，我也没脸在迦南学院混了。来！不用尺子，你就形同废物。大家奉陪，药你就别吃了。哎呦，挺热闹啊！觉得校规没用是吗？两位，在里边好好打啊！萧炎哥哥，我来给你送碗汤。那个林修崖说你在宴会上没吃饱，我就给你炖了只鸡。你在里面受苦了。哎呀，不难受，穿可舒服了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我的呢？韩帮主啊，我不知道啊。学校没有给你们统一送饭吗？你下次过来带两份啊，回去吧。喝汤这么大声，穷人家的吧？是啊，在来迦南学院之前，我就是一个药铺伙计。
不是乌坦城萧家的吗？五大家族，我最烦这个。哪来的天生优越感？我们外星人就永远不如你们，是不是？谁说的？你们老生不是逮谁都欺负吗？还五大家族，我要是稍微弱一点，早就被你打残了。你有在乎过我是乌坦城萧家的吗？这倒是。可我就觉得奇怪了，你几星啊？本来是1星斗师，在擂台上与你们一战之后，侥幸进了阶，3星斗士了。我可是3星大斗士，3星啊！我应该闭着眼揍你的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没有尺子，就绝对打不过你？告诉你，我的双臂也可以是尺子。你自己觉得，还是有人教的呀？可以说是老师教的，也可以说是自己练的。我就算打输了，我有能胜过你的地方。是吗？你说出来，我把鸡汤输给你。我被关过禁闭18回，18回，太厉害了！我这被关过2回啊。你这放了什么？谜样。我不管了，迷药我也喝。你这人也真是，喝个鸡汤都放。这个里面呢，有2颗解高阶聚气散的丹药，喝了以后，你体内的斗气就可以彻底泄了。小妍，你不用对我这么好，我还不起你。又没有人要你还。那我不还了，咱们就做兄弟吧。以后药帮就是盐帮，盐帮就是药帮。哎，你喝完了？你就不给我留一点？下一顿什么时候送啊？嘿嘿。大家请看，这阴阳鱼的后边，就是打坐练功的地方。如果有喘不过气的同学，可以先上去。瞧你们这点出息！这塔总共9层，这才是第1层。越往下越热，越需要你们的斗气，与之抗衡。你们倒好，还真跑了。知道为什么这么热吗？这底下是个火山，还有斗帝他老人家当年在底下封印了一条火蛇。在这里修炼1天，相当于在外面修炼1个月。我建议，功力弱的可以先从顶层的房间开始修炼，难度也没那么大。当然了，水平高的同学当然是无所谓了，对吧，肖帮主？不敢当，不敢当。
还是头一回在纳戒里过夏天。纳戒的日子虽然好受，但在焚天炼气塔里，就怕你抵受不住。这个焚天炼气塔对修炼真的有好处吗？当然，你还可以在里面练一套功法。全斗气大陆都找不到这么适合修炼的场所，迦南学院果然不负盛名。焚诀，火属性功法，全斗气大陆就这么一本。它是比天阶功法还要强、还要诡异的功法。比天阶功法还要强，那得是什么阶了呀？黄阶低级。你耍我呀？他黄阶低级，他诡异也强不到哪儿去，好吗？它可以进化。不可能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可以进化的功法。切，你小子懂什么？斗气大陆辽阔无比，奇人异事数不胜数。你连加玛帝国都没有出去过，你所没见过的事，那多到海底去了。那你有听说过可以进化的功法吗？就是因为没有，才显得这功法独特嘛。切，真的可以进化？嗯，你练过？没有。那别人练过吗？也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它可以进化？白山师哥，干什么呀？是这样，我想用焚天炼气塔地下几层的修炼室，可是刚才有人拦住我，说那底下是白帮的地盘，所以我就想着跟您商量一下，每天让我进去练几个时辰。当然，能量符我是会付给你的。地下几层？哼，不怕把你毛烧没了？该干嘛干嘛去。师哥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不知道你们这样垄断焚天炼气塔，学院知不知道？一个刚入学的新生，敢跟我说这样的话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不敢不敢，只是一个手下败将，谁给你的自信说这样的话？说什么？在黑角域，我是被你小子阴谋暗算，我就用了3成的功力。你要是想找别扭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师哥，学院里私斗是要被开除的。私斗，你们看见了吗？没有。我看你就剩这张嘴了吧，小帮主！小帮主！你来干什么？有一帮学生要集体订购聚气伞，想跟你谈谈价，我们都拿不定主意。韩贤，认小屁孩当主子了？啊，我明白了。最近盐帮和药帮合了，你们现在是学校的首富，所以就找不着东南西北了，对不对？白山，
我告诉你，校内禁止私斗。你若非要顶风作案，可别怪我不顾同学情谊。真有出息。随你说。走。萧炎就这么走了？不想要地下修炼室了？如果你能打赢我，别说是地下修炼室，所有白帮的地方，随你来去。师哥，你这是要我向你下战书啊？黑角域那次，你让我丢尽了脸，在水房打我大哥，更没把我们白帮放在眼里。我正愁没机会教训你，今天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怎么样，敢不敢呢？等一下。你不跟我打，我就打你的人。韩显、林修崖、虎家、昊天，哦，还有你那个妹妹，我保证绝不放过他们。好，白山，我挑战你，希望你到时候不要说话不算数。走。练功。来，走。我们岩帮认为，焚天炼气塔作为学院提供给学生们的修炼场所，每一个学生都应该享有使用的权利。可是白帮长期以来盘踞在最好的位置上，其他学生们都敢怒不敢言，只是因为他们特别能打。当我们提出想去焚天炼气塔修炼时，白山副帮主竟主动要求公开比武，打赢他才可以进入。因此，我们正式决定由我帮帮主萧炎提出个人申请，向白帮副帮主白山提出挑战。这不开玩笑的吗？你来。好，够，哎，鼓掌啊！真好，不愧是我弟弟啊！继续鼓啊！干嘛呢？鼓掌啊！别停啊！哎，又来了！哎，哇，好帅！还有我呢！哇！
可以飞了！哎，你看虎家，怎么样？自不自己？爽！来，大家都来瞧一瞧、看一看了啊！绝版高阶聚气伞，再不买可就没了。萧炎亲手炼制，独一无二，绝版！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大家都来看一看了啊！绝版的高阶聚气伞，来，哎，独一无二的啊，绝版！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了。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一下。师兄，我看看你的高阶聚气伞。炎帮帮主萧炎做的这个聚气伞，上气快，维系时间又长，2000能量符，这不是我讹你啊，市面上都已经涨到2500了。炎帮的药铺不是一直都开着吗？你是炼药系的还是斗技系的？斗技系的。难怪了，你不知道这两个事儿。联邦现在基本上每天只放20个出来，学生会那些干部呢，自己纷纷就没了。赶紧买吧，买一颗少一颗。萧炎马上就不在了，绝版的。为什么？白山这次跟他比武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摆明了要给他一个教训。萧炎的日子怕是长不了了。白山比武6次，前5个斗气都被他给打废了，都已经背包回家了。那第6个呢？第6个是萧炎喽。哎，海鲜，看这个。哇，怎么样？你这个翅膀是不错，就是太贵了。师哥，能不能便宜点？可以啊，抵一部分弹药吧。行。哎，我也要这个翅膀，我特别需要。打不过的时候跑得特别快。去！肖帮主，你还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等哪天翅膀用不着了，东西退给我原价收。可以啊，我给你打个2折吧。2折？啊，2折！我也要。没你们什么事儿。别想占我的便宜，它还能飞几天啊？喂，怎么说话呢你？算了，修雅。老板，这样，你这个翅膀好几百万，打2折啊，我也买不起。要不这样，以后炎帮的丹药……打住！别说以后，没钱是吧？你等着，我再找堆翅膀给你。哇，你看这个。没弹药了，能跟你谈谈吗？你们是代表个人呢，还是代表组织？代表个人。说吧。我个人觉得吧，你最近有点膨胀。有点膨胀。对，有点膨胀。没有啊。你在黑角域森林用技打赢白山，跟在斗技场一拳一脚打赢白山是2个概念。现在比的是实力，这没办法让你用计策，明白吗？白山是8星大斗师，你是3星斗师，哎，差15级啊！这么说，你们对我特别没有信心了？哎，也不是没有信心。你在学校再待2年，别说打白山，打谁我都信。现在还不行，但是我们都替你想好办法了。韩仙跟白城关系还不错，让他去疏通，就说你身体不好，把约战延期。等他一离开学院，咱们就老虎闻鼻烟，没这事儿了，不丢人。萧炎，你看，虎家一次说这么多话，证明啊，真的为你考虑呢。所以，你们就是要我去求白城？我就叫你别提白城的名字吧。我们就算是延期延到毕业，我们炎帮的兄弟还是下不了焚天炼气塔。萧炎，你是真觉得你能打赢他？万一我打赢了呢？万一你输了呢？
之前跟白山比武的人，下场你都知道，他就是个疯子啊！当初你在黑角域森林把他羞辱得狼狈不堪，又在水房把白城揍了一顿，他非报仇不可。你输了，盐帮怎么办？我们千辛万苦搞出来的大好局面，就算是吹了。行，那我明白了。你们几个帮我一个忙，把帮里的兄弟们喊过来。听劝就好办。走，我们去找人去。你也觉得我会输？我是不懂，我们现在进焚天炼气塔的塔顶第一层都透不过气，你却要进到地下修炼室，真的去得了吗？要不然呢？要不然，我告诉爹去。别啊！告诉爹干嘛呀？薰儿，万一我出了事，万一我输了，你就把这个纳戒拿走。你别说万一，我不接受这万一。凡事都有万一。我娘刚去世那会儿，我走在大街上，看见卖水果的我都觉得奇怪。我娘都已经死了，他们竟然还在卖水果。可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有些事儿，它就是你自己的，跟全世界都没有关系。你就不能再等等吗？我也想等，可这个世界不会等我呀。逼死我娘的那些人不会，逼得我爹自废斗气的那些人也不会，那些千方百计想要设计我的人更不会。血宗、魂殿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那些坏人，